所以他說捧我不承認，我又不信任，而且我成名時候的還在我後面，什麼捧我呢？倒不如你說我捧你啊！陳真的演繹不會比你少。誰能想到，這位敢說敢為、脾氣耿直的陳真大俠，真的會離開了我們？近日，港媒偷傳噩耗，一代功夫巨星梁小龍先生去世，享年77歲。在許多人心裡，梁小龍的形象是那個穿着拖鞋、手接子彈的火雲邪神。但實際上，梁小龍年少成名，經典的角色也絕不僅於此。在70、80年代，他可是無數人心裡的一代大俠，連周星馳都稱他是自己的偶像。梁小龍生咧，佢喺70年代嘅時候咧，係尤其是係喺香港嘅功夫電影電視咧，就叱咤風雲得好緊要。咁當其時就係我其中一個偶像嚟嘅。就連洪金寶都說，能在現實中打架打得像拍戲的，整個武行裡只有梁小龍一個。佢打交真係㗎，一個打幾個，然之後啪，佢真係咁㗎。我係見過呢一個啫，喺街邊打交就好似拍戲咁啊。梁小龍